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時間，我是今晡日愛教大家運動的阿凱先生。今晡日愛教大家的是我哋肌力訓練的動作哦。肌力訓練呢，如果那是把有重量的東西用我哋的手啊壓上來，腳屈下去，我哋做腳的話，我哋的手同腳那麼有力，那麼軟腳哦。等下路腳下停頓先上來運動哦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要先做18臀身體熱烘來動作哦。我哋第一個動作係，好，我哋呢先屈下去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好，屈下去，好，手啊，用嘅腳當高，好，唔好用落背哦，要用地背哦。好，做嘅時間呢，先看你右手向嘅當高。壓上去，好，壓上去的時節，縮起，下來的時節，跳起，好，一片做下，錄完另一片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記得做的時節，你的頭要看你的手哦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好，要注意哦，你的手係向當高，唔好向後背哦。如果你會向後背，要向當高哦。好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也係我哋第一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係，我哋呢先一隻腳向頭前，讓天來風，另一隻腳屈下去，好，屈下去嘅時間，兩隻手用嘅頭前一隻腳地背。標準好，做嘅時節，我向我腳一片的手呢，係我哋左腳同我哋左手好，又向我左片當高壓上來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好，壓嘅時節呢，向當高哦，唔好向後背哦，好，向當高，慢慢啊回來。向當高，回來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我哋彎腳哦，同樣一隻腳先向頭前，我手用你腳底背。好，也蠻係我哋右腳同我哋右手在頭前，好，我右手向當高，縮起，下來嘅時節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慢慢做落去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也如係我哋熱身嘅動作哦。也慢，我哋要開始來做我哋訓練肌肉嘅動作哦。第一個動作咧係練我哋嘅手同背囊嘅動作哦。我哋可以拿一種凳呢，囤一根保特瓶，好，身上拿係大根呢，哦，唔定可以拿細根呢哦，地背記得要倒水哦，好，我哋開始來練呢哦。做嘅時節，好，凳呢變好，我哋係一隻手搞穩做，好。做嘅時節，好，我哋先，我哋嘅右手
中等的動高，好，兩隻腳向後背行出去，好，你的身體咧，唔好安尼哦，好，你的背囊要綁緊，安尼，好，唔好變安尼哦，好，安尼綁緊如何誒？好，另一隻手咧，我哋左手拿保特瓶，好，做嘅時節，唔係安尼哦，唔係用手安尼哦，係用嘅背囊嘅力向後背。慢慢啊，壓風來，好下去的時節，慢慢啊，變下來，變到你的身體順側，拿風來，好順側變下去，記得哦，變下去的時節，你的身體唔好安尼哦，好，身體要綁緊，好做的時節，好1、2，出力的時節，頭起，下去的時節，縮起。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好，做下我哋攞溫數，同樣哦，我哋右手拿保特瓶，左手用等的蛋糕，好，同樣背囊綁緊，唔好安尼哦，好，綁緊，好，出力的時間，我哋的背囊出力。好，豎向蛋糕1、2、3，慢慢走路去哦，唔好太急。4、5、6，好，慢慢走。放落的時間，出力頭起，縮起，好。因為你拿做的時間有會冇力的話，好，我用嚟做咧，係嘅，等咧穩片，數咧用等咧較高嘅一片，好，同樣哦，我嘅手先右手，用對，好，向後背，有時間我哋身體都唔會按下去嘅，好，放來是吧？好，做時嘅同樣用我哋嘅背囊豎放來1、2、3、4，好，下去嘅時節縮起，放來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好，我哋溫數溫片來做哦，好，同樣。保特瓶溫到我哋右手啊，左手用等的方，好，做的時間，頭起，縮起，慢慢走路去哦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好，慢慢走路去，頭起，縮起。好，我哋也動作做起嘅時節，可以變輕鬆一下我哋嘅背囊，用嚟做咧。同樣，我哋先做我哋嘅左片，好，左手變等嘅蛋糕，好，我嘅腳向後背，我嘅身體變輕鬆如何誒？好，另一隻手右手向嘅左片，安尼變輕鬆，好，差唔多10秒鐘。做的時間同樣哦，縮起，慢慢啊做，頭起，好，縮起，頭起，3、2、1，好，穩片，好，同樣變輕鬆，你左手向你右片傳過去，好，慢慢啊縮起，頭起，3、2、1，好，你可以慢慢數過來，好，也慢慢第二個動作，好，第二個動作咧，我哋做嘅時間，我哋呢七條跪下去，好，跪下去嘅時間記得咯，我哋呢七條師傅減緊，為一條線安尼哦，好，唔安尼哦，好，我哋先安尼一條線。
好，做的時節，我嘅手不用夾緊蛋糕，好，慢慢啊向後背下去，好，放落的時節向蛋糕向頭前豎過來1、2、3，好，記得咯，有個人做的時節，不然你哦，為師傅先不用下去，安尼係唔錯嘅哦。做的時節係安尼，好，慢慢啊下去，放落來，下去，放落來，好，下去的時節縮起，放落的時節頭起，好，慢慢做入去，好，做起的時節咧。我哋可以不用強順我哋嘅腳，好，安尼腳壓放落，用嘅手拿頓，好，差唔多10秒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穩片，6、7、8、9、10。也如係我哋基本嘅訓練嘅動作哦。頭前教大家嘅，大家要學會冇？記得有限嘅時間停頓線上來聽筒哦。一萬開始愛來學新嘅哦。一萬愛來開始教大家訓練肌肉嘅動作嘅哦。好，第一個動作我哋會用到一種燈嘅。有啲動作咧，做嘅時節咧，係用我哋嘅胸膛同我哋嘅手後背嘅肌肉來做哦。我哋先腳開天來放，好，兩隻手用頂嘅蛋糕，好，做嘅時節，我哋師傅冇安尼哦，身體好係唇齒綁緊嘅，好，慢慢啊。從你身體向頂嘅蛋糕，慢慢啊下去，好，出力，從你身體順風來，好，慢慢啊下去，順風來1、2，好，下去嘅時節縮起，風來嘅時節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我哋開始來做嘅哦，好，慢慢啊下去，放落來，好，如果你做嘅時候會變安尼哦，安尼下去，安尼放落來，唔咩安尼哦，好，唔咩我哋手下去哦，係我哋身體向頭前慢慢啊下去，慢慢啊放落來，有力嘅人嘅話。你唔是等呢，你安尼做，好，我哋開後背是吧？手咧向天來放，好，下去嘅時節，你慢慢啊下去，放來1、2，好，有力嘅話可以安尼做，好，冇力嘅話，從頭到腳用。腳、手，好，向後下去，放來，好。有啲動作咧，做起嘅時節，好，我哋可以不用強順我哋胸膛嘅肌肉，按樣嚟做咧，向用我哋嘅腳開天來放，一隻手，好，不用頂嘅蛋糕，我哋嘅身體向天來放，慢慢啊。不用下去，好，安尼，我哋胸膛嘅肌肉，好，可以不用強順哦，好，慢慢做，縮起，跳起，差唔多10秒鐘，好，穩片做嘅時節咧，向用，我哋穩手做，不用頂嘅蛋糕，好。
身體向下背，向下去。向用哦，10秒哦，好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也個動作咧，如係不用強順，我哋咧胸膛肌肉嘅動作哦。也嘛，我哋揾下一個動作。我哋可以拿大桿的保特瓶，好，冇大桿的話，細桿的嘛可以哦。也個動作做嘅時間，我哋先一隻腳，我哋先用左腳用等嘅蛋糕，好，用嘅時間慢慢啊，用上去，好，一隻腳左腳用強順如何嘅哦，好，我哋可以拿我哋嘅保特瓶。拿啲樹蛋糕，好，慢慢啊做嘅時間，我哋嘅右腳扶下去，好，啊慢慢啊放來，好，用我哋右腳嘅力哦，好，慢慢啊扶下去，放來，下去嘅時間縮起，放來嘅時間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好，我哋彎片來做哦。向用我哋嘅右腳用等嘅蛋糕，好，下去嘅時間，慢慢啊扶下去，放來，扶下去，放來，下去嘅時間縮起，放來嘅時間跳起，好，縮起。跳起，好，有力的話咧，可以按嚟做哦。好，向用我哋腳向後背，手拿一個保特瓶，好，壓上去，好，慢慢做，1、2，好，1、2、1、2，好，彎腳。壓放來，好，1、2、1、2、1、2，好。也個動作咧，做起我哋可以做18，不用強順我哋腳動作嘅哦，好。坐定嘅方，你腳一隻腳，好，我哋先做我哋嘅左腳。壓到你右腳蛋糕，你身體向頭前，不用強順，好，按如何誒？好，差唔多10秒，好，做起擼彎腳哦，腳不用你另一隻腳蛋糕，向頭前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自米100哦。好，向用做10秒，縮起，跳起，9、10，好，彎腳。你嘅身體不用強順如何哦，唔是出力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假如係我哋根本練我哋嘅腳臀豎肌肉嘅動作哦。喺運動之後，我哋要做18本身體不用強順嘅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先跪體內方，一隻腳跪下去，另一隻腳不用頭前。好，做嘅時間兩隻手。向頭前，向蛋糕，向後背，壓放來，按呢時間縮起，好，下來時間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注意下哦，我哋放氣嘅時間，我師傅向頭前送出去，
好，歸來時節向後背，好，所以縮起，跳起，好，彎腳來做哦，向用彎腳，我哋嘅左腳開天來放，右腳向頭前，好，我哋兩隻手向襠高，向頭前，安尼，縮起，跳起。向用做嘅時節，師傅向頭前送出去，並歸來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好，我哋揾天呢嘅動作哦，天呢嘅動作做嘅時節，可以明天來放嘅哦。我哋先抿下來，好，抿的時節咧，我兩隻腳，我哋先做右腳個，我哋右腳拿放來，表呢左腳襠高，好，慢慢啊，我右手吞兩隻腳，體重嘅傳出去，另一隻手拿頓呢右手，好，向嘅身體綁過來，我師傅。愛綁弦哦，好，安尼開始的哦。縮起，慢慢做入去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好，我哋彎腳哦。向用我嘅左腳向我嘅右腳襠高，我嘅左手向體重嘅地方傳過去，手拿頓，好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記得做嘅時節，我嘅手要出力咯，臀嘅腳向我嘅身體綁起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做起我哋嘅腳都可以放下來，慢慢啊放來都可以哦，唔是太急。也都係我哋根本呢同身體變強壯嘅動作哦。根本呢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每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，讓你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通，我哋下擺見。